伫8月28号，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佮有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做伙来合办的乐活享健康的活动。第一场讲座伫台南市文化中心来正式开始。规活动拢总有6场，每一场拢会邀请无同科别的医师来演讲，帮助民众对健康方面有更较侪了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文化中心这边有举办这个乐活享健康的讲座。好，那这个讲座呢，主要是因为针对教育部有一个性别教育局社区妇女教育，所以呢，就是我们每年呢都有规划这个健康方面的讲座，那每年都有这6场讲座。那我们会办这个讲座呢，是希望说可以增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性别意识呢，可以有一些成长。那还有就是针对这种自己的这种消费权利、自我管理、健康呢，也能够就是有一个提升。第一场邀请到安南病院妇产科的主任蔡世伟医师来甲大家分享妇科疾病预防甲治疗。3日内会有连续5场，定期伫大礼拜六的透早10点到12点，同款伫文化中心的地下1楼演艺厅的会议室来举办，欢迎民众日日来参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